一个800岁在超市农业损失已经超过50亿元。农委会也公告，高雄县、屏东县、花莲县系现金救出同代理退款地区，云林县、台南县同台东县有合乎现金救出标准，苗栗县、嘉义县同嘉义市有多办理代理退款的标准。农委会主委陈武雄今日也是在前线参加屏东去抗灾，农民的心血总会无呛呛的，是采也唔对我讲嘛嘅难好。用天机的修剪树笋嘅果树，从树上存下来嘅水果，看到本逢采收过嘅农田，农民唔知按样去处理。不知道要怎么吃，你只有把这个刺给它割一割，留个几根这样子就可以了。抓那个3个我们已经抓了3个那个饲料袋回去了。农产输创严重，水产损失蔓延之严重。太水种发嘅鱼污呢，除了少数嘅鱼虾变做民众嘅菜肴以外，其他嘅鲜血总本水流走嘅。到籌備日統計嘅結果已經達過3億8千多萬啦天野也水產部嘅部分也價格行咧我有13億嘅損失個畜產嘅部分也部分價行咧也差唔多我有啲3億元左右啦也是多籌備嘅統計結果相信也水退以後慢慢嘅也數字也慢慢見來見到。屏東縣農業損失慘重。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南下巡視，成為農民澄清嘅對象。姜未開，是迄啦，迄木瓜啦，攏伊啊。來看木瓜好。農委會主委陳武雄表示，屏東縣農業損失已經達到現金補助嘅標準，還有代理退款，幫助農民渡過難關。低利貸款嘅部分這個利息你即馬降到較低，加1.5%，1.5%。因為真普遍的這影響，所以利息嘅繳利息嘅這部分咱先頭前半年先免繳利息，好農民渡過這個難關。最重要打算把錢找到最快停，所以這個水若無停一切救援會非常困難，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啦。水務隊按樣嘅救援，當然嘛無法度正確嘅估算農業嘅損失。農委會希望農民準備相關嘅文件，向當地鄉鎮公所提出申請補助，將損失降到最低。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道。